樟脑拿来做香皂，味道不会怪吗？那我这边要扭转一下，你讲的那个东西是化学耐烷，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樟脑会没落，就是因为有你刚刚讲的那个臭臭的樟脑的出现。原来如此，污名化已久的樟脑终于摆脱恶名。大时代改变，连带影响台湾的樟脑产业。父亲曾任脑长，从小耳濡目染。身为第4代接班人，吴素萍有自己的主张，觉得好可惜哦，因为他既然又是阿嬷的压箱宝，又是老祖宗的智慧，为什么就是那么多人年轻人不能接受它？那我就觉得，我希望它可以有更多的延伸。加温搅拌，看顾炉火，每个都得精确到位，油温必须严格控管40度，连情绪起伏也要在安全范围。它是很心情的东西，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很烦躁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办法做香皂的。对，你一定要很平静下来，然后很专心的去做，这样子。就是得全神贯注。吴素萍的熏油皂品项多，工序繁复，光是备料要花2天时间。现在这个油温度都已经控制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每一样的材料全部都加进来，然后再搅拌一起，然后就可以变肥皂吗？是的，叫懂简单，不会很难。懂简单，也就是要不会难，不会很困难。是，所以哪次空啊？我可以试试看。可以啊，试试看。对，我需要你的协助。好来，有内涵有外在，上市成绩却不尽理想，因为天然皂少了香气。吴素萍依旧坚持推广不气馁，只要有人喜欢，她就很满足。台湾100年的樟脑产业其实早已失去了芬芳，不过现在有第4代传人，用创新结合时下的最新潮流，手工皂让阿嬷的压箱宝熏香得以再有机会进入每个家庭。要唔會因難，愛吃口那；要唔會因難，愛吃口那。